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台湾甲马祖之间的海底电缆线伫6天内全部断去，在马祖地区失去通讯，各国认为这是一种国安危机。行政院长陈建仁上任了后，头一届去到立法院，市政报告说，国民党阻碍，连挂211立法院会审查全面普发6000块的特别条例。白沙屯马祖进香，今日白沙屯马已经到北港路，已各有12万人到现场甲马祖接驾。台湾甲马祖之间的2条海底电缆线伫6天内全部断去。NCC 表示讲，根据着中华电信报告，可能是中国渔船甲中国货轮去交断去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讲，对外失去联络已经算是国安危机。有学者认为，这个马祖的地理位置，伊的海峡深度较浅，中国抽沙船伫咧作业的时阵，唔那会交到电缆线，甚至可能会造成国土流失危机。台湾甲马祖中间2条海底电缆，真少看伫6港内底拢断去。虽然两边的海底电缆定来故障，不过差不多断的所在拢伫外马祖这边，外台湾的部分是较少传出状况。这摆也是相关的情况，引发各界关注。依据中华电信的报告，台马2号跟台马3号海缆于2月2号及2月8号。分别疑似受到大陆的渔船及货轮所损。意思是中国船只造成台湾甲马祖的海底电缆歹去。根据统计，近5年来，台湾甲马祖的海底电缆故障中断有20几摆，2021年故障5摆，2022年故障4摆，2023年到即阵是2摆。这种情况若影响外岛民生，国防部长邱国正讲，对外通联中断属有国安的危机。对外保持通联如果断了，当然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我刚刚讲的，国军在这一方面都有一个复式的作为。由马祖周围唔中国渔船定定出入，更加传出定有中国抽沙船伫周围作业。学者分析，马祖是位在大陆边缘的一部分，海域深度较浅，抽沙船唔可能破坏电缆，也可能造成国土的流失，造成我们的国土流失。中国船只其实在马祖附近，除了做这些作为之外，它也经常会，例如说可能用渔船围岛或什么。那这些东西，其实中国的渔民跟相关的船只在附近的活动，经常会对我们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学者讲，网络论性伫这世代更加重要。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扮演关键角色的加快岛维持服务，无你会使当作未来规划资源的参考。为了确保离岛通讯的安全，中华电信规划增建2条离岛的海缆。台北金4号海缆有计2024年底完成，台马4号海缆有计2025年底完工。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间谍气球最近才拄造成美中关系紧张尔，在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16日发现到有物件对天顶落落来，才发现讲这是有印间体制的气球。陆军初步判断是气象探测机器。国防部长邱国正17日也表示，目前看起来介像是气象气球，不过也会进一步研究，看这气球敢有其他用途。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16日发现空中有不明物件落落来，背场有扣着气球的喙油啊，仪器后尾顶悬有间体字台湾无线电一厂有限公司 GTS-13型数字探空仪，也甲气象仪器。陆军初步研判是气象探测仪器。国防部长邱国正17日回应，目前看起来是气象气球，不过也是会进一步研究。这个气象的气球，但我觉得我们料理从宽嘛。我不这样就认为，所以我派一组人去做这个研究，会把它这个细部了解了以后，再做一个结论。中国气球若做比较无人记晓台是毋是符合第1级的定义？邱国正否认，讲这是应对的处理。根据了解，这间台湾无线电一厂有限公司注册的资本额是1500万人民币，负责生产气象仪器装备。国军这届扣到的 GTS-13型数字探空仪，去年北京冬季奥运都使用同款的仪器协助气象探测。不过国防部这届无公布气体残骸相片，互人质疑大肆化小。民进党立委柯清苑是讲，应该爱适度对外说明。不过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认为只是海捞本数。两岸还是需要多沟通，怎么样让这些他们飘过来的垃圾，我们要费这么多力气去清除，再回去给他们。我想这个气球应该没有牵扯到所谓相关的这个国安的这个议题啊。因为即使是民用的这个气象气球，它也通常具有这个军民两用的用途。因为这大气资料很清楚了，可以作为导弹
或者是火炮射击的一个校正的一个资料。正是讲，这粒中国气球较细粒、无装莫达，应该是飞过来。为俄俄战争，就会当看到俄军使用侦察气球搭配无人机进行情报收集，国军必须防范新形态战争手段。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头一届去到立法院施行这个施政报告备询，不过国民党立委甲呛讲，无要发现金1万块互民众，就会继续阻碍。落尾陈建仁是无到上台进行施政报告，不过之一立法院会审查普发6,000块的共享条例，二是陈建仁会再进行一届施政报告。另外，内政部昨夜公布主体政策，买厝贷款补贴1户3万，互在野党质疑讲这是用钱来挽回。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疫情期间中价新的民众买厝贷款特别辛苦，这厝价是慢性病，需要时间来处理甲调用。发现金，国民党立委17日起9点就接领议场的发言台甲质询台，搁再发出诉求，普发1万块，若无就要互行政院长陈建仁进行上任了后头一摆施政报告甲备询，也强调是依照过去民进党的惯例，低税先过开。国民党团也主张每人发现金1万块，而且尽快。来到立法院，当然我是以最诚挚的心来跟大家沟通。我希望这个杯葛不要造成相关的法案或者预算案通过的时机。经过调研协商，陈建仁在1点外行入议场，不过无完成施政报告。立法院长尤锡坤宣布休困，离要审查普发现金6,000块的共享条例。因阁有争议，若共享条例，行政议会昨日通过内政部提出的中山以下自用主体贷款户支持方案草案。自用主体房屋贷款补贴每户3万，互在野党立委质疑是大牙钱，也互无厝青年更加剥夺感。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学贷族、房贷族。以及这个所谓的同情族他们的利益。高房价的问题是一个慢性病，需要时间来处理跟调养。林佑昌强调，3年疫情，互社会敢若亲像破一场的大病，需要马上来调养身体。政策重点伫优先照顾做厝人，另外高厝价问题。内政部已经拟定多项政策，会一步一步来推出，会互社会感觉问题有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立委陈婉慧今仔指控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干，伫咧台南市政府的时阵，佫落甲接受业者交代去找粉味，而且佫替人抄代志，要求行政院长陈建仁着爱查。陈宗干本人表示，代志无查清楚，就来甲伊抹黑伊的人格。先将一个人，把他人格先把他抹掉。我在台南服务的期间。从我担任这个市议员到市政府的服务，从未被这个检调、约谈、侦办、调查，我也不逾越我应该要谨守的分际。这个是我一直从事我公职对我自我的要求。陈宗干亲身说明，讲无经过查证内容，对伊真价是一种抹黑。伫咧台南服务期间，对市议员到市政府拢唔捌互检调、约谈调查，也强调对选民服务、人民定情，拢是依法伫咧处理。去年10月24，指挥中心宣布国际邮轮解禁，不过邮轮事先准备需要半年到1年时间。目前航空公司的资料显示，今年会有96班入港的邮轮。按算，规年的这个邮轮旅客量大概是30万人次，敢若恢复到疫情进前的3成左右。今年3月初啦，高雄港要迎接疫情了后头一只国际邮轮。全新的高雄港旅运中心已经进入最后整建阶段，为了迎接国际邮轮客重回台湾，做好准备，在地亚经济台邮轮客带来更多商业机会。这样子观光的人群才会走进来，那对附近店家的话，商机就会比较大一点。当然嘛，其他邮轮基本上我带一寡游客进来啊。疫情前，咱国当地相关国际旅客来台，106年邮轮全年带来98万旅客，过当年有101万人，108年冲到105万人。不过，反当年1月疫情就发生，所来边境封锁。虽然有国际邮轮来台，不过拢是咱国内游客。旅游界分析，较早咱检疫有较严，开放时间嘛较慢，所以2023年靠港的国际邮轮预测会较无理想。今年依照港务公司的这个得到了
邮轮预报讯息，我们已经有将近100航次的这个邮轮会抵达。然后欧美的邮轮在比较早的时候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恢复。那亚洲的部分，我想台湾跟邻近的国家也会急起直上，然后加速的来复苏。疫情了后，重开邮轮布局，航港局邀请菲律宾、韩国业者成立亚洲跳岛邮轮联盟。目前也当积极邀请日本业者加入。联盟是规划中小型邮轮商品，以侵入岛屿行大只游艇，想要弥补因为解封较慢所流失的客源。记者综合报道。苗栗通宵白沙屯供天宫的妈祖，今年指示这进香要行9天8暝。这白沙屯妈的乱价中昼已经到北港朝天宫啊，因为疫情渐渐稳定，要到12万人去到北港来接妈祖，当地会当讲是人山人海，人吵。进香活动唔那点欠民众热情，也互店家感受到这香灯卡因的消费能力。大家徛做2排热烈欢迎，乱到进山摕了后是入去到庙内面，现场气氛这时阵阁上热。苗栗白沙屯供天宫妈祖南下进香的活动，17中到12点左右，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差不多12万人参加，阁创新悬。有民众是登柜台顶悬公营的印记，伊9摆参加进香的日期顶悬拢有。我每年走的日期走的天数，走的日期这样。是今年这样第几趟了？今年第9趟。白沙屯妈祖9天8暝的进香来到第6天，那对咧进香的民众精神阁真好。北港当地有吊车的业者是准备60个公笑长的迎新炮，甚至有国小的学生在学校门口弹乌克丽丽入境欢迎。那孩子很满心期待的，昨天就想说，白沙屯妈祖要过来了，我们要欢迎白沙屯妈祖。今年不过受到疫情的限制，妈祖乱价高的所在，世界人拢吵。朝天宫附近的店头拢感受到民众真强的消费力。觉得应该有多2、3万没问题。对啊。所以你觉得实际你这看起来是真的蛮多的？比较多啊，对。现在路上都是人，以前也没那么多人。今年整个路上都塞爆，连车子都进不来，对啊。对你们店家的买气有没有帮助？有，反而增进很多这样。对啊，跟去年比起来的话，真的很多。白沙屯妈祖进香来回大约是300多公里，伊路线唔知会安怎行出名。就亲就是台湾才有的宗教嘉年华会，其中上重要的仪式浸会会伫17暗时11点40举行，暗算20下晡4点会回宫。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前景分享节今开始咯，第14架线这个合欢山公路也封路，要互112只绵羊行上这个车路。农场表示讲，进前因为疫情停办，3年后搁再举办，请真侪游客来看。另外，布林农场的樱花也当咧开，唔那花开真侪，游客人也真侪。羊仔规定向前走，第14架线前景路段变做敢若白色的河，这个情形游客看了真欢喜，也对羊仔店做花枪。羊仔大军甲第14架线过探满，连车都爱让路，交通管制差不多半点钟。虽然后壁工作人员引导方向，不过也是有几多只对位着，敢若赶羊仔都无简单。不过游客看了是感觉欢喜又心实。很可爱，很可爱，有这种体验。很少这么近看人在马路上跑，这样追着跑，我录影很多，我觉得很幸福的感觉。南投清境喷羊节17举行，今年拄好是清境农场建场62周年，中方安排112只羊仔为清境南上环走到国民宾馆，约2公里。进前因为疫情停办，3年后喷羊节搁再办，要真侪游客赶来看。今天有上千位的游客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我们今天总共有112头绵羊。伫台中的武陵农场，2万多张烟花大开，透过空翕画面来看，规片粉红色的烟花河至少3公里，搁加天气好天，所以吸引真侪游客赶来山顶赏花。我们是从台北骑机车来的，我们已经骑了大概快200公里到这边。樱花季一直到2月28号。可是从现在开始到2月21号，是樱花季里面盛花期的高峰。武陵农场表示，平常时来客量已经有6000人，假日一定会搁较济。目前大开的会场是红粉佳人甲招好英，整体会坊已经开8成，一定日伊是上水的赏花期，游客若想要赏花，爱把握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荷兰有一间做 GPS 的制造商公布上届新的全球塞车指数，讲台湾的台中平均10公里塞车就要塞24分钟40秒，时速只有22公里。这塞车的程度是世界排第17名，也是全台湾上届高塞车的都市。 车辆一台接一台，山顶动的速度真慢。只要到上班的时间，台中市区主要的干道拢是这个场面，通勤的时间拖真长，是真侪台中民众共同的生活经验。像我刚刚从吊要下来，就塞车了。向上路那个 IKEA 那边，我要过来黎明路这边那个天桥下面这边开了40分钟，很夸张，就是没办法过台湾大道。 荷兰卫星定位 GPS 制造商公布上新的全球塞车指数，总共调查56个国家389个城市的塞车状况。英国伦敦是开车速度上慢城市的榜首，台中市是名列第17名，正做台湾唯一进入前20名榜单的城市。开车平均每10公里要开24分40秒，平均时速只有22公里。学者认为，台中公共运输无普遍。 也有尖峰时段号志设计有问题，造成行一个停一个是主要的原因。公共运输不普及的情况下，路网不完整的情况下，交通量使用汽机车的量就会大。那交通量大的情况下，就容易塞车。它的耗资怎么样来做比较有效率的设计？这个也有改善的空间。从该公司统计资料也间接显示，台中地区蓬勃发展，吸引大量车流而衍生塞车问题。 更凸显了台中捷运新建的必要性。台中市府表示，这项统计数据也显示台中蓬勃发展，吸引大量的车流，造成塞车的问题。后续会持续来推动捷运建设，改善交通。记者台中报道。台北市北投区今仔日早起9点外的时阵发生小区域的地震，规模有3.1。这地震接报中心表示讲，这站地震甲火山活动有牵连，是大屯山火山。 大屯山火山这个岩浆库伫咧流，地势岩浆壁破起，才会造成地震。这个所在平均2-3年就会发生这款规模的浅层地震，目前是无发生特殊的状况。地震发生迄当阵，监视器镜头小可害一个。早起9点8分，北投区甲阳明山地区的民众拢感受到涂骹有渗一个。这边的浅层地震震央就伫咧北投区，地震的深度4.8公里，随时规模3.1。 除了北投当地感受到3级的震度，新北市的淡水也3级，五股是2级。气象局证实，这边的地震跟火山的活动有关系。那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震的原因跟大屯火山的活动有关。那大屯火山在底下有一个岩浆窟，那岩浆窟的流体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侵入到周围的岩壁，那造成周围岩壁在力的平衡上遭到破坏，所以产生了错动，那就引发地震。我们看起来目前没有觉得这个地震有太过于特别，因为它跟过去的活动情形很类似。资料显示，当地20年来已经发生过17遍的地震，发生的频率跟震源的所在拢差不多。顶一回是伫2021年11月，迄当阵的规模3.0级，拢是火山活动所引起的。你有民众担心火山的爆发，地质学家讲，火山异常活动甲地震无同，一般会伫咧几个月前就现象，譬如讲接发生地震或者是气流改变。因为目前这块拢伫咧科技部有监控的机制。大屯火山群或者阳明山国家公园内，最有可能火山活动的，大概我们抓的3个可能的点。第一个就是大油坑，那第二个就是七星山，也是今天地震发生的位置。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北边一点的所谓的巴烟黄嘴山那边。学者讲，湘北的人口真多，若是真正发生火山喷发、岩浆流出来，会影响的层面真宽。另外，中研院学者讲，就算是火山真正要喷发，也过几个礼拜时间。目前的监测一切拢真正常，民众唔免惊吓。记者综合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土耳其甲叙利亚的边境发生大地震，到今已经是第12天了，超过33000栋建筑物无法度住人，而且有真侪徛家店面拢无人顾，抢劫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灾民敢若会当团结起来，轮流徛卫兵。就算土耳其经过258点钟，也是有人互救出来，不过这生存的机会是愈来愈无可能。不过真侪民众也是希望讲，这遗体就要甲因找出来，好好啊甲因安葬。手头摕着枪，叙利亚灾民看着怪手伫倒倒来建筑边仔作业。土耳其甲叙利亚边境的地震，造成超过33000栋的建筑毁损。居民体力加强了后，抢劫偷物件的状况一直发生，互居民只会当团结组织做伙来巡逻保护家己的家园。في سرقات لك عم بيسرقوا عم ياخذوا الاغراض برادات غسالات شو ما يجي يعني مصاري شو ما يجي على بالهم ذهب كل شيء شو ما يشوفوا بياخذوا ومنين عم بيجوا ما بعرف 为了保护家己的财产，有居民困伫卡车内底，不时监视家己的厝。还有当地武装组织24点钟轮班巡逻保护区域。特别定在近日第12天，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曼马拉斯有42岁女子克勒奇，在受困258点钟了后，获救出来，互伊的厝内人甲搜救人员是真欢喜。虽然安尼，在着时间愈救愈长，其他人得救的几率嘛愈来愈渺茫。Hani bilmiyoruz ne durumda. Ölü diyorlar ama bilmiyoruz yani. Ses geldi mi? Hangi güne yok, kadar? ses yok. 根据土耳其政府表示，暂时已经有超过200万人离开灾区，因为现在的人得救机会是愈来愈少，互土耳其部分地区开始停止搜救，有真侪民众已经放弃厝内人互救出来的希望，严格有关就伫灾区附近，希望至少会当挖出牺牲者的遗体，互因一吐为安。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台湾人的爱心也非真温暖。对到16为止呢，累积的救灾物资已经有348栋，捐款也超过新台币8.5亿。根据着自台北土耳其部一办事处的统计，到16为止，这救灾物资已经有348栋，由国防部协助运送物资到通机场，交予土耳其航空送去灾区，16完成阶段性运输任务。另外，为福部今公布赈灾专户统计到16下晡5点，已经有85116万的善款。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后礼拜就满1年啊！16开始的柏林雅典要连续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支持。乌克兰自关入国的民众也继续去到英国接受战争技术的训练。英格兰北部训练场风真透，几100名乌克兰志愿军的新兵正伫训练战机，由英国、瑞典、丹麦、荷兰甲挪威这国家的部队来指导。要伫5礼拜来学习从德国做法，城乡战甲轻交战，也有武器装备使用，以及战场医疗、提悬转换率，也有急战力。去年开始已经有1万多人接受这训练。Взагалі-то не хотіло б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ся, вбивати людей. Ми Україна мирний народ. Але прийдеться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і отримати перемогу. 以后真关心事情的德国柏林雅典今年特别成员冲突中的乌克兰甲伊朗，并且拒绝甲俄罗斯、伊朗政府有直接关系的人来参加。美国也试导演宣判1年前开战时正伫乌克兰拍的纪录片《超级大国》，讲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喜剧演员到战争应用的转变，要伫雅典来上映。泽伦斯基16也以视讯的方式出现伫开幕式，全场是徛起拍破啊。Culture and cinema can be outside of politics, but not when it is a policy of aggression, not when it is a policy of mass crimes, murders, terror, the desire to destroy other countries and other peoples, when it is a policy of total war. That is the politics of today's Russia. 在这同时，俄罗斯甲乌克兰继续交换战俘。俄罗斯军方16公布，乌克兰释放101名俄罗斯军人的卫兵，让释放的人真欢喜，真希望甲厝内底人赶紧见面。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也表示，有100名乌克兰军人甲一位兵将得到释放，因拢是困守南部卫城马里坡的人员。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
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助理副部长蔡斯主要是负责中国台湾事务。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讲蔡斯蒙古访问结束了后，对访问台湾，不过美国方面却是无必回应。不过，即马有风声讲，这蔡斯本人已经伫咧台湾，外交部是也未来证实。就学者认为讲，台美可能针对中国间谍气球争议，也个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会访问台湾，甲蔡斯交换意见。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副助理部长蔡斯进前伫蒙古访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蔡斯后一个行程就是台湾。不过，美国国防部无评论，讲美方也是支持甲台湾的防务关系。当然会针对近期重要的议题讨论，譬如说气球的议题，麦卡锡将来会不会来台湾？也许会讨论到就是未来如果的确来台湾访问。那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两国之间应该怎么样的协调整合？我想也许会带到，也许会讨论。虽然传出蔡斯17已经交换，不过外交部无证实。那早已经来都是2019年，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柯林克以来，搁再来台湾的美军驻侵官员，而且3级国外员。台美也可能就中国侦察气球争议，美国众议议长麦卡锡访台交换意见。美国陆战队将领伯格2020年访问日本的时阵，甲当时首相菅义伟得到加强美日同盟合作共识。伯格进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的时阵讲，若做两方发生冲突，美军应该提升日本国防装备后勤补给，美军可会当提供台湾所需要训练。When we pour our military power into Ukraine, that comes at a cost. And the truth is, we cannot defend Ukraine and stop China in Taiwan and see to our own military requirements at the same time. 美国国会议员霍利讲，美方资源有限，无法度兼顾乌克兰甲台湾，包括刺针飞弹、标称飞弹的军事需求。美国应该主要放伫太平洋，安尼才当有效吓惊中国。美国俄亥俄州甲台湾为1984年退交姊妹关系，进前参众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听台湾决议案，支持台美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用资金入去南美洲的厄瓜多，不过却一直引起抗争。其中挖矿计划引起当地原住民无顾性命伫咧反抗，却互当地警察镇压。就一部纪录片《风头提走的国家》，开始年时间收集画面，佮在亚出厄瓜多被出是中国殖民地困境。厄瓜多北部地区原住民设伫路上做动警察，方面酒店加行外走，也过暗时四个拢是庆声。厄瓜多警方不是用武力来镇压抗争的民众，民众所保卫的家园，运总更加霸道的金援的扩散。厄瓜多政府接受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施工拍开大门，欢迎中国来开发这矿藏，结果抢夺土地，逼得民众只好武装来反抗。Creo que se nos termina ya. Y si aún seguimos pasivos, ya esto es, digamos, nuestra muerte nos acerca mucho. Y peor que esa guerra, acabando con todo nuestro territorio. 导演马克维瑟用4年时间，甲当地调查记者来合作，摕到19000份机密合约，完成纪录片《被偷走的国家》，显露厄瓜多政府甲中国签订多项合约，以矿产甲石油换所借贷款。大部分的产业拢掌握伫中国手里，你也特别伫公司主题之夜的节目上看海来连线，提出厄瓜多敢若亲像做到中国市民的处境。Fernando Villavicencio, thi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ho is nowadays a politician in the parliament, and he said it very clear that they were colonizing. 导演维瑟强调，唔是反中国，而是看到厄瓜多签署的大部分是无平等的条约。而影片内底也就显示，当权者摕国家的资源甲中国来交换，牺牲人民的权益。影片结束了后，播出专访巴拿马前外交官哈恩的访问。即阵伫台湾定居的伊认为讲，大部分的政客甲生意人为了经济利益，牺牲所有代志，包含民主自由甲人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去年底重新开幕了后，游客就一直去，变作是正热的观光景点。不过有民意代表发现讲，这动物园发包整件的4亿4千万工程款内面，有2亿是来自民众领养动物的全户费用。这条钱本底是民众原来要互动物过较好的生活，想袂到这2年却开无到130班，引起众人议论。
虽然是冰箱日，但是17下晡来寿山动物园耍的人嘛是真多，游客用卖票机提票，佮扫一个入去到园区真方便。去年底定整修开幕的寿山动物园，有民代发现讲，相关设备整建的4.4亿工程款，其中2亿是对民众领养动物的捐款来的，但是市府无列支出，佮讲委外案件无法度拆开算。这些设施的实际花费，它的单价分析表完全没有给我们，因为据他们的说法，他们也拿不到。那我们难道我们市府的钱、观光局的钱就这么好赚吗？领养的网站写讲，摕到的钱会用来改善动物生活的环境，也是动物研究保育。一般的民众每一档500块的认养金，会当免费来动物园1年，鼓励大家参加动物保育。市府嘛捌发公文要求在地国营企业捐钱，但是看专户的收支表，这2档捐的钱有2亿外，但是动物的福利也是保育研究这支出加起来无到130万。跟原本的用意就是有差。步道什么，我觉得修建也不错啊。除了他们照顾妥善，然后用这些，我觉得都可以。领养的钱安怎用，民众看法无同。寿山动物园是表示讲，整建动物园原本就是以提升动物的福利、改善兽舍等做目标。相关的经费用来改善动物圈养环境或展场更新，那相关的办法也都依据市府在102年所订定的高雄市寿山动物园动物认养办法的规定相关来办理。进前动物园则传出长篇血腥、互相攻击的死亡事故，民代认为讲领养专户是想要改善动物的生活和食米，并不是游客设施，呼吁市府应该替这动物多做一寡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昨公布法令的预告，按算今年7月1日开始会增加5个禁令，有真侪投资型保险单会受到新法规限制。目前市面上的投资型保险单，若准无符合规定者，拢要调整，才当继续卖。为了保障保护权益甲保险市场的健全发展，金管会昨日公布投资保单的5大禁令，避免消费者投资了钱引起争议。因为以前有买过所谓投资型保单那个问题，对那个没有信心啊。我那时候第1年缴了10几万，第2年我后来发现亏损的那么多啊。有风险蛮大的，因为你投资的标的的话是会浮动的啊。金管会提出新的规定，为7月1日开始实施，包含投资型保单销户的净值，若是比80%较低，都袂使过拨回资产。另外，为了鼓励保护长期投资，也是定期定额的加值给付，伫保单满5周年了后，才会当提供。另外，还佫爱限制投资型保单连接国外基金的时阵，袂当有杠杆型，也是反向 ETF。这3个草案因为它都是属于这个行政规则啦按照行政程序法是可以不用预告那但是因为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广征各方的意见所以我们特别把这3个注意事项拿出来预告。重新设计保单部分一定会势必造成业者成本的上升，甚至可能在旧保单可能都做一个停卖，等着出新保单的一个空窗期，所以对业者来讲也会有一定的冲击。下半年新规定特别实施，金管会提醒，若在市面上销售的投资型保单无符合新规范，都要重新改版才会当卖。业者这边除了都要面临改版成本会较起，旧保单也可能因为安尼袂使卖，是不是影响买起，要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台湾一定赢，为着经典赛，台湾队对这礼拜开始会进行几多场的练习赛。打击方面目前是表现真好，也那投手的部分，除了也被报道的郑凯威以外，其他的投手拢有实战投过一轮。总教练林岳平也伫今仔日的练习赛了后宣布，投手詹仁和伤势袂复恢复，确定的换人，该由中信兄弟队的投手吴德元来代替。练习赛第一摆出来，张玉成是替补上场。两个字，佫有真厉害拍得接的技术，但伊伫美国自主训练的成果，备战经典赛，伊16暗时是确定登去穿美籍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衫，佫随抗日大联盟40人名单。签约金就是对85万嘛，拿到这张合约，就回到我自己想要的梦想的舞台，所以就是感动，对啊，没有白等的。合约确定啊，心嘛较稳定啊，但是张玉成强调，即马上重要的是经典赛。那张玉成状况真好，中华队的打击嘛真好，前2战29支安打是共27分。也算比较年轻化，然后他们整体的
跑垒速度啊，或整个活力也都非常的积极。马路投手因为强度变悬，就投伤侪球，也是一局投伤侪，整2场的练习赛，大家投手上侪是投2局，也是50球，来观察伊表现和破球率。那中继这部分其实我也没有太大的烦恼，因为他们都在状况内，所以说中继这个部分是比较安心一部分。王维忠2局4个三振，轰动1个安打；江少庆2局2个三振1个安打，一踢出新球。2个先发投手投了拢袂歹。第2本破球的宋家豪17一来就练习。我对这边是没有特别要求什么事情，但是唯一的不变的就是不要受伤，然后尽全力在球场上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心力。教练团把强度慢慢拉扭起来，含大讲的练习赛是以正常投手的调度来比赛。另外，大联盟一规定分组预赛，一个投手上侪是投65球，这个限制会伫后边的中职热身赛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北兴公有市场是伫咧绿桥下骹的菜市啊，这50-60年代时阵上届这有300多担，即马敢若剩20多担尔。地方的创新团队邀请在地学生，透过走图改造的方式，希望让这间老菜市啊，伫咧铁路高架发展前，搁再顶起一摆无共意见。师傅才认真咧甲成家功夫，要甲参加活动的高中生斗3工，改造这个瓦地路桥骹的老市场。市场的主题会讲，希望卖互大家拍拼一世人的所在，就安尼无去。平常不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活动可以借此了解这里的地方跟故事。有人入来，有人参观，安尼市也较热闹啦。互因阁有一届创新的机会，阁互因这老班呢，有才了，阁变成一寡潮流。市场边啊，目前正在进行铁路高架化的工程。这条路桥下骹的市啊，未来变做啥款，其实无真侪人注意。嘉义市的地方创新团队向各发挥争取经费，希望透过举办活动，请大家来关心。有没有机会因为路桥的拆迁而会有不同的光景？所以我们想要尝试看看，在这个地方做一些不同的扰动，那试试看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地方。我就是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做那个火花，在市场里面，然后在这些来参与活动的高中生的心里面。透过市场改造的活动，向学生传承在地的故事。空间设计师讲，3年后铁路高架化完成，原本的人甲故事可能拢会无去。希望最后3年的时间，会当替这个老市场搁创造一摆到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英国咱拢认为讲是无爱读书、袂晓读书，才会去做工。不过即马时代伫咧改变咯。来看一位室内设计师江明谦，伊带一个做工的团队伫咧征收旧厝，推广目工教育，改变大众对做工的人一寡印象。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帮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做工的少年人。爱的话，等你的白胶干的时候，或者是在它干之前，那个切了前给的会使啊。因为个性好斗阵，介意甲人分享。江明谦过去就曾在伫案场带业主体验木工，这个经验嘛促成伊开木工教室，嘛培育家己的木工团队，成做工师。嘛是开木工教室了后，才会去发觉到讲，哇，因对木工师傅有一种印象，感觉因粗鲁、无读册啦、无卫生、无水准啊安尼啊。所以我爱教的不只是功夫，我感觉我可能爱去教大家来熟悉这一寡做工的人。啊，即摆有一个人徛出来讲话，伊佫毋是完全做木工，即摆佫是设计师的身份。我无法度像伊安尼啊，毋过我会使甲相挺啊，嘛算尽一份心力而已啊。你即摆出去，伊可能会挑，伊爱徛去为上顶悬所在。好。阿甘成立木工团队的时阵，就有招少年人加入，伊毋但鼓励团队的成员改变传统的作业方式。做下领域的学习，嘛拍木工领域对女性的印象，有招女性的木工师傅来合作。我那时候那个履历表，我设定的地区是全台湾，然后全部都投履历，问他们说愿不愿意收女生，我找了3年都没有人愿意收。你得真正有想要做木工，有够想要做木工的，我哪会使买遐个机会？啊，人其实彼此嘛真正做得真认真啊，对团队嘛真有帮助啊。即马团队成立到今已经1年，阿甘感谢当初家己下出4块仔，嘛感谢团队的陪伴甲支持。
可以相信家己，相信团队会当伫咧推广目光教育，改变工厂议题这条路一直行落去。记者台南组陈继宏新北报道。关注民族群伫威权时代受到压迫，即马较少人讨论到。事实上，伫咧1950年代开始，挖选所在有设几落个山地治安指挥所，就是迄当时政府伫咧控制原住民部落机构。国家人权博物馆参观宾会合作，今日公布因制作的影像记录，希望大家会当了解到原住民族伫咧威权时代安怎受到这压迫。1950年10月。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成立了8处山地治安指挥所。为山地治安指挥所开始讲起原住民族伫台湾威权统治时期安怎受到压迫。山地治安指挥所为1950年开始陆续设立，到1959年计共有12间，大部分拢伫阿里山的沼泽部落。指挥所内底有大军警，目的是要控制山地甲原住民部落。台湾是一个近山近海的一个国家，可是我也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陆山陆海的一个管制？那如果我们回到威权统治的这样的一个脉络下，我们大概就可以比较理解，是采取同化跟融合的政策在做一个治理，不管是个人，不管是集体的权利，都产生了许多的伤害。为了了解原住民伫威权时期所受到的压迫，国家人权博物馆甲原民会合作，用年半的时间调查，推出影像记录专辑，希望为这个记录开始，大家会当看到威权时期原住民的血泪。希望它能够被提报成不义遗址，因为我们认为不义遗址是一个进行不义行为，就是非法的或是不正当的逮捕、讯问甚至刑求的地方。那目前台湾公告的不义遗址里面，其实并没有原住民地区，透过人权馆提报到文资局，进而成为一个不义遗址。目前影像记录专辑也搁咧制作当中，完成了后也会伫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网站展出。计划主持人也希望未来会使亲入部落在地放送，不过也搁需要进一步规划。记者郭文正准由新北报道。真好水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咱来看一个国际化妆品品牌，因为开发出一台画胭脂的机器，互手无方便的人也当轻轻松松画胭脂，甲家己增加水水。另外，画目白也有智慧型的器材会当使用，咱做回来看卖。I need support to do my makeup, mostly all of it. 10 years ago, I had a stroke, makes my life different now. 追求美丽是人的天性，不过手若无法度家己叮当的人，连嘴唇要点胭脂拢无法度。根据莱雅科技研发部门的调查，全世界差不多5000万人因为疾病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手的功能受损。为了要让这类人也能家己化妆，莱雅这台叫做 Herpetar 的智慧唇膏机，让手无方便的人也能家己点胭脂。And the technology is for people that have mobile and motor skill challenges today. They cannot experience beauty with their own arms because of issues like stroke, like rheumatoid arthritis, like spinal cord injury. Herpetar 的原型是一台有学习功能的机器手，内面的感应器会将使用者点动的角度甲习惯记起来，无论手安怎点动，这个盾人拢会保持伫咧喙的所在。要用的时阵，把胭脂放入去感应器，搁接起你机器手就能开始用。是启动了，手机的 App 会自动侦测你的面型甲目白型，早期经历家己的型甲色，找到上适合家己的目白型。好了，连这台迷你的画目白机，你头下个撸过目白就画好啊。Where we could allow people to see virtually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what the shape of the brow could be from where they are today and where they want to be. Recommend shapes based on their geometry of their face, where they can actually then change or modify thickness and arch. 自侦测、景色、甲目白型，一直到印出来，规个拢包。画出来目白无过再是靠运气啊尔。这台高解析度的印目白机。用美容顶级的墨水，印出来目白会当冻2天，用一般的化妆水就当该切掉，估计伫咧年底就当上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
天气观众朋友，明仔载是补班日哦。中央气象局表示讲，明仔载即时温度会继续回升，各地头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部恒春甲大台北山区会落地阵雨。礼拜中昼开始咧，这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地区会转做湿骨凉。这北部地区出来一礼拜拢会落雨，其中后礼拜二暗时甲拜三透早影响上界明显。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4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0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3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0度到17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